整个里面都是啊。看到议员蔡立青来到现场关心淹水状况，土城当地居民纷纷向定情表示，每一届大雨拢会淹水，真正会气死。听到这居民的心声，蔡立青表示，几十年来，土城人拢生活在水灾噩梦当中，但焚化炉、粪扫场、土资厂、回收场拢起伫土城，但只有抽水站无伫土城。治水无土城的份，但淹水土城大概拢有。伊也恳请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重视土城人的声音，认定土城治水计划，彻底改善土城淹水问题。土城人长期就是生活在这种淹水的噩梦里面，所有的险恶设施，比如说焚化炉、土资厂、掩埋场、回收厂、垃圾场，全部都盖在土城。只有抽水站没有盖在土城，我们已经争取了很久了，但是每一次淹水都有土城的份，但是每一次治水都没有土城的份。那我们希望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可以正视我们土城人的悲哀跟怒吼，希望政府可以对土城伸出援手，并且呢，对我们土城的淹水计划做出短中长期的这个治水的计划。对着当地民众的声音，市府也做出回应。有关安南区土城淹水的问题，水利局表示已经规划挡水设施和排水系统的执行方案，也就是会设置水闸门和抽水站，预估经费1000万元，今年度将执行完毕，来解决淹水的问题。蔡立青也表示，因为长期淹水问题，土城大多的大雨拢会让大家起悬50公分以上，以免水淹入厝内。但无经济能力改善的大雨，只好任由大水灌入去家中。为7月28号风台淹水，到今日8月10号搁水灾，短半个月的时间，历经2次水灾，但却因为无达到50公分的标准，而无法度申请补助，对着土城人来讲实在是无公平。建请政府会当另外提拨经费，补助淹水大雨甲店家。记者张锡维采访报道。